Hello，大家好，我係 MBB 啊。而家咧我要講講咧就係中國嘅大戰略啊，Grand Strategy。點解咧？因為中國咧同埋世界咧要變天啊！啊，習近平上台2012年，行到而家2025年，咁我睇成個世界個局勢咧就係要執一執啦。而家咧唔再係美國為首嘅西方獨大，咁咧。未來呢幾年咧就會有個過程，咁啊慢慢形成咧呢個世界咧將會由三個國家咧係主導世界嘅，就係首先係美國啦、中國啦同埋俄羅斯。咁咧咁當然啦，呢度會都要有個過程嚇，唔係話一下子就會去到嘅。咁咧，我覺得咧出邊你睇到個新聞同埋人哋講嘅嘢咧。好多人話哇，中國同美國會唔會打仗啊？打大仗啊？打核子彈戰啊？唔會嘅，我話俾你聽啊，中國同美國咧係一定唔會打仗。因為點解咧？一打仗大家都冇得撈啦。咁有咩意思咧？核大國啦，俄羅斯、中國、美國係全世界嗰個核彈頭係最多嘅國家。咁呢三個國家係一定唔可以打啊！咁你講印度都有核子彈啦嚇，咁但係咧佢同巴基斯坦咧都係有原子彈，咁咧巴基斯坦咧係會睇實印度嘅，咁暫時呢邊咧同埋有俄羅斯壓制印度咧，咁印度咧都唔敢做啲咩出樣，會阻礙咗呢個進程㗎，同埋咧喺5月份今年巴基斯坦同印度打過一次仗㗎嘛。咁俾巴基斯坦個空軍打謝咗啦。其實印度個空軍係柴咗噶啦，佢要10年之內先至翻到身因為俾巴基斯坦嘅喺中國買嘅殲10C 用嗰個霹靂15咁打落咗6、7架特朗普都承認咗噶，係打落咗7架唔係6架添啊。咁印度咧就係一架飛機都睇唔到，就俾人打落咗5架啦。咁你知世界全部嘅戰場裏邊咧最重要嘅就係飛機嘛。如果你冇空優，你控制唔到個天空，咁基本上你嗰場戰爭就輸咗啦。咁咧就點解要我想講講呢個中國要變天咧？因為咧冇辦法啦，呢個民族咧太聰明啊，即係個智商咁高嚇，東亞人你睇係有事實證明嘅喎嚇，唔係亂講嘅喎，係有科學嘅根據啊。三個人種係喺日本韓國同埋咧就係中國呢三個國家嗰個啲人種全部嗰啲平均智商咧係高過100㗎即係100係平均啦。咁中國新加坡啲有華人嘅地方智商係超過105㗎。日本，因為日本同埋香港新加坡年年都係考第一嘅。如果度個智商即係佢有一套量度嘅方法，一個好科學嘅量度方法。咁唔係亂噏㗎嚇。咁而家嗰個戰略係點咧？咁當然啦，唔係一下子形成，可以有個過程噶嘛。嗰陣我想講講中國咧，就係由2012年開始，習近平上台咧，就係做咗1-2年，咁就出咗一個叫做製造2025嘅。咁咧呢個大戰略就係由嗰個時開始嘅。咁即係你要佩服中國人嗰啲孫子兵法嗰個啲謀略係好犀利噶。其實我哋嗰陣時候即係都好睇唔起中國共產主義嘅制度點會咁叻啊？嗱，即係呢個係我嘅判斷咁當然我都可能判斷錯但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眼光，有自己嘅分析有時我個判斷咧就係我唔係根據嗰啲電視台或者喺啲媒體度話俾你聽點樣中國係一個共產國家，冇乜制度都係將來都係西方領導啦，喺
20-30年前啊，有個日本作家叫富吉亞馬有講過個歷史嘅終結啊，即係話民主制度係全世界嘅人向嗰個方向行啊，就唔再有歷史啦。所有國家咧，將來咧就變都係民主嘅國家。咁咧，你睇到呢幾年嘅發展，佢講嘅嘢係全部錯晒嘅。咁當然啦，都唔會話將來係冇咗民主嘅制度啊。咁但係咧，你睇到中國而家行緊嗰個究竟係咩制度咧？好似係共產國家嚟嘅。咁你咁講就大錯特錯啦。咁其實咧，而家我哋中國啊呢個國家，所以實踐到嗰個制度嚇，其實係有一個雙運體嘅，即係一個 mixture。mixture 點樣係一個有共產又有又有嗰個資本主義喺裏邊喎。咁即係民主國家裏邊行嘅通常咧係資本主義啦。咁中國咧有個共產主義，但係咧呢套咧已經由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行到而家咧，即係有個過程，有一個開頭咁啊學蘇聯嗰個共產個制度咧一路演變啊，咁咧演變到而家咧，我哋中國咧叫而家嗰個制度咧叫做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其實呢個特色咧，即係世界上冇嘅喎，未有試過喎。以前喺歷史上咁有一個非常特別喎。咁但係我覺得都係仲係個演變之中㗎。佢即係不停咁優化。咁你睇到中國嘅制度咧，其實咧係佢混合咗集體集權同埋咧就資源集中。咁一個社會主義嘛，即係將要啲資源集中咁去將一個去謀一個國家嗰個策略係點行點樣去實踐個經濟嗰個軍事點保護個經濟嘅運行。咁佢個優點你睇得到嘅係咪？哇！將啲錢全部集中晒一班人度去管理，好過你分散啦，係嘛？一定啊！咁當然啦，佢亦都有佢嘅 challenge 咁凡事都係有好有壞，係嘛？民主主義你而家都睇到啦，西方國家係咪真係咁好咧？咁即係都係值得咧，就仲係學習個過程。我就覺得都唔可以講話而家係都係睇到社會主義好啦，好似向好中國發展得咁好喎。咁其實中國咧都係喺度學習緊，我就覺得我相信咧將來仲會不停咁演變嘅，即係中國呢個制度你而家你睇到1949年到而家2025，中國已經變咗好多啦，係嘛？咁好啦，講翻咧就係呢個中國嘅大戰略，其實咧就已經係 prepare 咗。我覺得差唔多超過10年噶啦，由2025開始。點解佢要製造2025咧？即係所以你要佩服中國人嗰個即係嗰個領導嗰個兵法嘅謀略嘅犀利之法。即係你睇有幾多個民主國家去謀一個國家發展係謀10年噶以上噶？全世界我覺得咧真係喺中國做得都比較成功啊！2025當初推出嗰陣時候，好多人都睇唔好，係咪？你睇到啦，好犀利，基本上有10項8項嘅嘢都係將中國推向咗係全球第一嘅產量至於品質好唔好，咁都係仲有改進啦。咁但係有好多領域已經先係世界領先嘅，排第一嘅。咁我覺得咧就暫時咧有2樣嘢佢未搞掂嘅。首先就係個光刻機啦個 EUV 做到要1納米3納米5納米咁犀利嘅，咁細嘅細微嘅嗰啲 microchips 啲 chips 咁但我相信咧未來呢幾年咧佢都攻陷埋噶啦。咁最重要咧就係話你唔係話做到你要有一架光刻機去做啲，你要生產到個光刻機先係唔係
控制到嗰啲 semiconductor 嘅 chips 嘅 manufacturing 嚇。咁咧我覺得咧都差唔多埋尾㗎啦，就係好多嘢咧中國咧收埋就唔公佈嚇。咁其實我就覺得仲埋第二樣嘢咧，就話嗰啲材料啊，嗰啲 semiconductor 嘅材料咧，好多咧就來自日本嘅，即係尤其是嗰個光刻膠啊，即係嗰啲膠咧用嚟咧係啲光敏感啊嗰啲咁嘅材料嚟嘅。以前我做過呢個行業咧，我都約摸見過，即係好多年前啦。咁當然嗰個科技嗰陣時好入啦，比而家做嘅咧就由即係細到咧係 one nanometer 都好似就嚟攻陷到啦。咁兩至三 nanometer 咧，好似都做到咯喎。咁但係都極限嘅喎，即係唔可以再落去啦，因為落去咧就係得一粒原子。咁你哋點仲有得即係近得啲嘅 electricity 咧，仲有通電咧，都變咗係好模糊啦。咁咧都係去到盡㗎啦。咁即係如果中國咧做到個 EUV 嘅光刻機出嚟咧，咁都係嗰個最犀利嘅科技㗎啦。但係而家暫時中國仲爭啲，咁啊又俾荷蘭咧就係控制住呢個技術。咁都唔係荷蘭一間公司做晒㗎喎，佢咧係好集全球嘅高科技於一身喺個叫 ASML 間公司，荷蘭嘅。咁啊將所有嘅科技放晒落呢個 EUV 機光刻機就而家咧仲係都係荷蘭領先呢間公司。咁暫時中國都係仲未做到，但係做到咗 DUV。即係 DUV 咧，其實咧已經解決咗中國咧80%嘅需求㗎啦。即係佢DUV 嗰個光刻機咧做到出嚟，大約係28個 nanometer，其實咧都係好叻㗎啦，已經咁咧就即係好夠用㗎啦。你嗰啲軍事都唔使用到咁低嘅，即係低嗰個mm 㗎nanometer。28mm 以上咧已經夠晒啦，汽車都係用40-50咁樣 nanometer 嘅 chips。好啦，咁咧就而家咧點解我話要變天咧？咁因為咧中國掌握晒呢啲技術，咁連飛機引擎都做埋啦。咁當然啦，冇美國咁好啦，或者歐洲嗰啲，但係我相信都差唔多，好接近。同埋咧分分鐘咧，佢啲嘢收埋咗啲技術咧，都唔拎出嚟咁遲啲我再講下嗰啲光刻機semiconductor 嗰個 industry 同埋嗰個航空嘅科技。咁遲啲或者下一集再講下。咁首先要講個即係將來嗰個局勢會變係點啦。咁當然，如果呢個大戰略初步成功即係等於秦朝崛起即係商鞅嗰個年代幾多年前咁秦朝崛起都要經過幾代喎，都先至去到秦始皇，咁先統一天下。咁當然我就覺得咧，中國而家係處於咗大約係好似秦朝崛起嗰個時候佢咧嗱，你記得秦朝崛起係點咧？要打敗咗個魏國，魏國嗰陣時係最強大嘅個國家裏邊，即係又唔係七國喎。嗰陣時候係戰國春秋嗰陣時候咧，魏國咧就最強大，咁即係特相等而家個美國咁樣啦。咁咧即係個秦國咧嗰陣時候咧，即係俾魏國恰到咧，就即係成隻嘢咁樣都一樣啦。你諗下中國崛起嗰個過程幾艱難即係一殼眼淚。你諗到我哋由清朝嗰陣時候清末一路咧就衰敗 decline 個王朝，中國王朝經過一個好悲慘嘅命運呢個民族一個咁聰明嘅民族係跌到咧係歷史上冇一個國家咁悲慘嘅國家即係去到1937年俾日本仔打嗰陣時候，係中國咧係最嗰個國力即係俾人外敵入侵欺負得最犀利嗰個年份即係南京大屠殺，仲捉咗啲人咧係做
人體實驗嗰個731部隊喺東北嗰度喺東北，你話幾悲慘即係俾人哋恰到係咁樣嘅一個慘況即係中國你有3700年歷史，每一個朝代我諗都冇咁黑暗過得過1931年嗰陣時候俾日本侵華，到1945年先至起翻身咁跟住又打仗咯，又自己打自己，去到1949年先至咧係有自己嘅國家真正咁咧就真係好悲慘。咁我咧都有幸，我覺得咧今生咧我都會睇到中國崛起，而家係一個秦朝崛起，嗰個時候真係不枉此生自己生喺呢個世界上係夠啦。咁好啦，咁我講咗一個大概啦，咁即係話將來呢個世界會係俄羅斯睇實歐洲，美國咧就我諗遲啲都自由埋加拿大噶啦。咁呢個南美洲咧，咁中國都未必制衡得住美國㗎呢度，咁始終咧都係美國個地頭。咁咧美國咧將會咧係首先佢已經由歐洲度縮咗嚟亞洲呢邊啦，佢都唔理歐洲啦。而家即係話你睇到美國係戰略退緊㗎。而家咧佢就係仲係守住東南亞邊邊，但我相信咧呢1-2年咧變天㗎啦，就會好大個變化。咁樣我覺得就唔會打仗去即係退出嘅。我覺得美國同中國都會，俄羅斯三方面會傾掂數，慢慢即係對於大家有一個落台階都要俾美國落台階。講真，都係大佬嚟噶嘛，美國科技咁犀利而家掌握住全球個科技個龍頭嚟喎，仲係大佬嚟喎，一個非常犀利呢個國家係一個佢叫Anglo-Saxon 呢個民族其實係 Anglo-Saxon 咧人咧，其實佢係一啲德國種嚟㗎咁佢哋講英文咁你講嗰個德國咩咪應該係英國人其實德國種就係等於英國人嚟㗎。佢個皇室咧個血統裏邊咧有德國嘅種，你睇嗰啲人都係藍眼睛，係金頭髮嘅。呢個民族非常犀利，一上嚟咧就殺晒統治世界差唔多500年啦。有一本書叫The Steel, the Guns and Germs 你哋要睇睇呢部書，講咧就Anglo-Saxon 呢個民族咧係點崛起咁基本上過去嗰500年咧真係威到盡噶啦500年咧係一個好長嘅，但係咧終於就呢個終結啦，即係由白人領導嘅世界咧而家可以退場啦。咁咧呢個東亞人嘅民族咧係崛起啦，即係一個秦國等於。咁我相信咧呢個東亞族咧，即係漢族啦。咁因為日本同韓國人咧都有少少中國血統嘅咩？日本人嘅文化更加易啦，佢就承受咗唐朝，都一路都保留到而家。中國文化佢一路係承傳緊，可以講咧就係即係話好多中國嘅文化咧，日本係保留得幾好噶呢個民族係真係非常犀利。你見到東亞人嗰個智商睇睇日本呢3個，即係韓國、中國、日本。即係日本首先崛起先首先現代化，咁跟手到韓國，咁跟住而家到中國，咁中國嘅現代化犀利咯，係嘛？你即係日本有幾多人1億人1幾億人但係中國嘅現代化14億人呢個係非常之犀利。一個非常之聰明嘅民族，14億聰明嘅人有90%係漢族其他民族都即係個智商都唔會差喺邊，即係有血有啲 DNA mix 晒噶嘛你睇嗰啲人種，除咗首先係去到新疆嗰啲人種都有中國血統㗎，咁咪匈奴血種啦，匈奴人嗰啲血統啦，加少少白人嘅血統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即係話喺東部咁全部都係啲漢族嘅嗰個血統啲人係非常之優秀㗎，尤其是喺東面，因為我哋中國人嘅漢族咧就
我哋係叫炎黃子孫嘛，即係喺應該係中部嗰陣時，河南嗰邊起家嘅，即係我哋真正即係一個秦朝嘅起家嚇，漢族嘅起家可以咁講嘅，就喺河南嗰邊。咁咧咁啊經過咁多朝代都冇講啦，即係好長嘅歷史，3700年嘅歷史，即係講幾個鐘啊？我唔知啦，即係揾阿蕭生嚟講先得啦。呢啲真係咁咧，就好講一個嗱。首先我個講咧就話中國變天咧係有個過程喎。咁咧你睇得到嘅，即係你要佩服我哋嘅老祖宗留翻俾我哋一本《孫子兵法》，跟住咧就係嗰個華文Chinese 嗰個中國文字即係冇得頂嘅老祖宗留翻啲咁嘅文化俾我哋啲衫啲漢服唐服宋服留好呢啲文化嗰啲審美眼光幾犀利啊！咁最犀利當然係我哋嗰個東亞人嗰個智慧啦。咁咧其實你睇得到個格局咧開始浮現出嚟。咁但係我知道我所講嘅嘢咧係我獨特嘅思考出嚟，同埋我都係有睇好多國際嘅新聞咁大家消化咗。其實好多嘢咧都唔係你表面睇咁簡單嘅，即係成個大戰局我覺得咧中美俄三個都喺度扯貓尾，其實係三個喺度咧密針點分咗呢個世界去，都要加埋印度啦。印度14億人唔可以冇嘢，但係呢個民族咧就有啲唔爭氣啦真係佢原本咧都係一個幾聰明嘅民族，有歷史悠久，歷史上最強大嗰兩個民族都係印度同中國嘅咁印度就打謝咗啦，俾西方人俾英國打謝咗，咁咧就踩住所有咁多年嚟咧未翻到身。咁咧其實印度咧暫時咧，我覺得俾佢再多50年啦都如果佢叻咧，10年後咧有啲起色啦。但係即係唔係我睇唔起呢個國家，即係最主要咧，即係佢啲文化係唔係好適合佢現代化即係我遲啲再講印度咧，即係咁比較主要嘅國家，我都會講講咁。首先而家發生咩事咧？第一個過程咧，你見到咧就最近泰國同埋柬埔寨打仗，其實咧都係中國個佈局嚟嘅咁其實泰國咧係美國個盟友嚟㗎，咁點解要聽咗中國話咧？咁就係話我即係呢個佈局裏邊咧，一定有美國個手印喺裏邊嘅。泰國係一個係同美國係盟友嚟㗎，即係話佢用美國嘅軍事嘅科技嗰啲飛機又有聽到佢用 F-16去炸嘅柬埔寨嗰啲KK 樂園似嗰啲咁嘅 scam center 係有中美嘅默契嘅。嗱，你見到上次11月嗰陣時候，美國特朗普我而家遲啲要講特朗普呢個人即係呢個咧就係都係美國上歷史上，我覺得係一個最了不起嘅一個人物嚟㗎。你哋個個好似喺電視度講，特朗普亂嚟嘅，亂噏咧，冇譜成，咁你錯啦，你大錯特錯。其實特朗普呢個係非常聰明嘅一個領導人嚟㗎，西方人真係好值得尊敬嘅人嚟㗎。你唔好睇電視講乜嘢，特朗普今日講完下週就轉咗。其實呢個人咧非常之有腦㗎。咁我遲啲再講分析下佢嘅性格同埋咧點 fit 翻入去呢個成個大戰略咧。點解我話中美一定人會打仗咧？有乜好處啫？特朗普佢而家係一個政治家族嚟喎，特朗普將來係一個美國嘅一個睇住晒1/3嘅世界嘅大家族㗎。我話你遲啲美國冇民主㗎啦，會係特朗普個家族係管理㗎啦。咁跟住中國有自己嘅特色啦，又係即係一黨專政我同你講唔可以講一黨獨大，即係一個咁了不起嘅共產黨由習近平領導咧，你唔可以睇小。即係話我嘅認知就係共產黨而家係一個用一個新嘅科技嘅角度同埋新嘅政治嘅角度去睇呢個國家呢個黨
係一個好了不起嘅黨嚟嘅，我同你講啊。咁當然即係有好多 challenge 係要完善啦，我其實覺得已經完善咗嘅咯。打貪係好重要啦，就習近平即係擺咗咁多年貪得上嚟咧，呢個非常之重要。你睇到而家基本上喺中國嘅貪婪啊，係都接近收晒皮啦，所有。咁當然都有私底下貪啦，你唔可講嘢冇啦。我亦都係空痴人說夢話啦，但係起碼係唔會影響呢個大戰略嘅為前提啊！你冇睇而家中國，哇，個 GDP 仲係好似離開美國好多喎，個 number GDP 咩18萬億，而家美國去到38萬億，好似越嚟越遠咁樣。你咁樣諗又係錯啦，係嘛？我覺得而家中國已經係世界嘅經濟第一強國嚟㗎啦。不過咧，我哋中國人咧，即係好收斂，就係所以話我哋老祖宗即係留低俾我哋嗰個智慧啊，好犀利！我哋個謀略咧係叫做係兵不見刃啊，即係我哋咧係孫子兵法第一樣嘢係咩？叫做不戰而勝啊，係先係最高嘅境界啊嘛。你有成日聽過啦嚇咩？攻城係下策外交係中策，不戰而勝先係上策，係咪啊？你睇下中國到而家打過咩仗嘅？冇啦，冇打過仗啊！1979年，你冇睇少，而家好似成日好多人都講話中國嘅得咩都唔掂啦，都未打過仗，都冇經驗，你又係大錯特錯。中國唔需要識打仗，但係咧只要佢識科技去打仗，就已經可以統治世界啦。你去睇啦，即係而家講空口講白話啦，你睇將來中國都可能都會露一兩手，但係佢一定要藏住，因為點解咧？一個要做大佬嘅人，千祈就唔好俾人睇到你要做大佬，係咪啊？咁先至係即係謀略嘅最高境界噶嘛。以前邊個識得到習近平會做係做一個君王儲君即係唔自講君王都唔係咁好啦，咁得都冇咩分別啦。講之間，但係我覺得習近平都會做到好耐，做到死為止噶啦。我可以同你講喺中國因為咧都唔可以怪係獨裁，就係呢段時間咧好重要，一定首先要收翻台灣，震懾日本，咁先至係成個亞太區，即係成個亞洲係俾中國統治到啊！咁而家第一樣嘢即係話中國最重要係震懾晒周邊個國家，因為嗰陣時候咧貿易戰咧就中國嗰陣時最驚咧就係其他國家咧，即係喺東南亞度即係驚噏即係合埋一齊咁加埋歐洲加埋美國對付中國咁困難，都未必整得死中國，我相信但係艱苦啲咯，嗰個崛起嘅過程。咁睇到而家都幾辛苦中國即係呢10年真係俾美國踩到咧，即係哇，即係揸頸受命咁好似即係仲未爭在，即係好似一腳踏落個頸度咁踩住，咁當然未啦。咁中國係一個核大國嘅，有幾支狼牙棒呢個世界係講實力噶嘛，係咪你有核子彈咁人哋個個都忌你3分呢個世界嘅。你睇下俄羅斯打極都打佢唔死，歐洲唔敢喐點解俄羅斯你同俄羅斯打核戰，你真係講笑你掟1000粒落去我覺得俄羅斯都仲唔死，個國土幾大，你喺俄羅斯個國土係咪？而家都掟邊度咧掟極都俄羅斯都仲有最尾一粒嚟整死你，所以咧就係最淡嘅。美國都怕咗俄羅斯所以冇辦法啦。而家咧就一定係要咧係三國，呢3個國家咧係分將來至於點邊個再做最大咧，咁好難講啦。咁呢個又要再分析啦。咁你睇得到咧就係首先中國第一步咧就係震懾咗東南亞國家，個唔敢喐。你見到你睇遲啲啦，個結果會係咧泰國而家打到咧就係柬埔寨撲晒喺度啦，佔咗佢個國土，將來嘅泰國個國土唔同噶啦，係會改噶啦。我可以話俾你聽知唔知話滅咗柬埔寨未必喎。咁你知我哋中國人做嘢咧都係留翻一手嘅，佢一定咧互相制衡個柬埔寨咧而家呢個洪森死梗啦，呢個家族咧就退出佢而家未退出啦。嗱你俾你睇睇我又估唔估中呢個洪森一定咧，就算佢唔死佢個家族呢一個頭唔死都會捉
捉住佢，或者俾佢放生去邊度住嚇。呢個家族冇噶啦，洪森呢個家族啊，因為咧係中國其中一個謀略嘅演變出嚟㗎，即係 either way 啊。因為咧好多人傳咧就話啊，洪森啊交個權俾個仔啊，佢個仔咧就傾向美國啊，咁變咗係而家中國唔開心啊，揾大國打佢啊，因為點啊，咁啊借加爾噶嘛。你睇啦，即係話成個佈局啊，中國嘅佈局點解咁多嗰啲咁嘅電詐喺晒呢咁嘅呢幾個國家咧？喺緬甸喺柬埔寨啊，點解咧？即係呢個又係我未證實嘅嘢，我分析出嚟啦，係中國個佈局出嚟嘅。你睇啦，就係咧整到你呢度咧啲人神憎鬼厭，整一場仗，跟住中國插手喺裏邊震懾晒，跟住就係將來你睇啦，泰國呢個國家係會華人嘅血統咧嚟統治嘅呢個國家，為佢一定唔可以俾提啲人種控制住。你睇下他信嗰啲全部都係有華人血統咧，不過佢唔識講華語啊，但係佢係中國人嘅血統啊嘛，亦都係東亞人嘅血統為主噶嘛。咁佢啲俾同化到咧都唔識講中文啊，但係佢哋冇忘記自己嗰個ancestry 啊。你睇到將來咧泰國咧會講多啲華語噶啦，即係中國喺呢個秦朝啊崛起咧，會越嚟越多講。我覺得啊，呢一紮國家咧都會要華語咧係為主噶啦。將來即係當然咧會有一個過程啦，乜嘢都係有個過程，唔可以講係你一開始係咁啊，你發夢咩就會咁，乜嘢都有個過程。中國都係有成至衰，由衰要漲翻上嚟，都係一個過程。經過幾多年啊？呢個叫做我哋個華人嘅血統啊，俾個清朝啊東北嗰邊咁啊，直頭打斷咗個脊骨，跪喺度跪咗幾百年啊，幾慘啊！有時都要講講清朝嗰種統治啊，真係，清朝呢個我都係有啲 mixed feeling 對呢個朝代啊，咁啊又係第二集係再講講啦，即係你又唔可以講清朝嗰個啲滿族人唔係中國人嚟喎，佢係東北人，一個非常優秀嘅民族嚟喎，都東北人嚇，係即係純嘅東亞人嚟講，即係可以講係即係河南嗰邊啊嗰啲血統咧，反而咧係南方呢邊廣東省咧，你睇到啲人咧就個人種有啲唔同，但係個智商你唔可以講，佢就話南方嗰啲咩會一樣咁，因為佢大部分有冇聽過叫做衣冠南道啊？衣冠南道就喺南北朝嗰陣時候咧啲女人啊當兩腳羊啊咩嘅嚇，五胡亂華嗰陣時候啲人啊就真係雞飛狗走落晒去廣東嗰呢邊，咁佢都係屬於純漢族嘅人嚟個血統啊，咁樣同埋即係嗰啲東南亞人咧就結婚啊，但係佢個父系咧即係嗰個 DNA 佢仲好重嘅，遲啲又再講個 DNA 點講。咁咧你睇到個變天第一局咧就係話鎮住東南亞，其他國家睇到嚇死啦嚇！哇，話40年掌權嗰個洪森話滅亡就滅亡啦，即係當然而家仲滅亡咧，仲喺度傾緊啦。我相信咧係換第二個上台㗎啦，洪森家族退㗎啦，咁啊會中國掌晒呢度。點解咁重要咧？泰國咧呢個地方你睇到大國咧，泰國一出嚟就係咧呢個去印度洋呢條水路咧經新加坡呢個我哋成日講嗰個馬六甲馬拉卡 Strait 呢條水路啫。因為點解呢個航道咧都好重要嘅。如果真係打起仗上嚟咧，如果一封咗咁，中國都好鬧交係咪？咁如果控制到泰國咧，就喺呢度出兵去印度洋咁樣，即係話都睇實印度啦。印度咧即係個崛起個國家嚟嚇。咁咧第二咧，有啲人講話，梗係收翻台灣先啦。咁你又係大錯特錯啦。第二步，我覺得台灣唔會打仗同中國，即係都會機會好微咯。我覺得首先收拾咗日本先。你睇得到，如果收拾咗日本咧，咁入台灣，如果美國佬又退兵，咁其實台灣即係迎刃而解啦，係咪啊？又叫
由呢個謀略係咪應該咁行咧？咁當然我都可能會錯啦，係咪即係可能都係咁易走咩？美國仲喺度喺個 Okinawa 嗰度個沖繩島嗰度守住喎，你咁5萬兵喺度，哇幾多個韓國又有美國嘅軍營啊，幾多軍營喺晒日本，你話咁易搞嘅咩？即係中國都會幾辛苦啊。不過即係如果我嘅判斷係啱嘅話，如果係美國肯合頭咧，呢個局勢亦就係咪可以迎刃而解啊？首先美國一退出咗嚟兵，咁當然日本仲有一個好強嘅海軍嘅軍隊嚟啦，唔可以睇小日本啦。咁但係我相信咧，你睇得到，如果俄羅斯有幫手，其實日本都冇運行㗎，即係都頂唔到啦。如果當然中國一個人打佢都係會贏，但係都比較辛苦啲啦。如果夾埋俄國冇得玩嘅，其實日本咧係乖乖地嘅啦。要你睇到嗱，而家高市早苗咪早排咧，係啊，高市早苗呢個女人又係我要講講，我覺得佢嗰啲有少少咧，俾我感覺咧好似係中國一個女間諜，大嘅女間諜啊！你睇到點解？咁巧又啱啱呢個變天嘅時候，又上咗一個咁極右翼嘅人上去咧，仲係一個女人添喎，唔揾個男人喎。男人真係嗰啲叫做啲 testosterone 係高嘛，用乜嘢即係有咩差池，即係話呢度真係大打起上嚟啊！其實咧都有機會中日會打仗咁，但係咧將中國嘅人嘅即係以中國人嘅謀略就係最好就不戰而屈人之兵係嘛。咁但係呢個國家咧，即係日本咧，我睇到咧，即係 decline 噶啦，冇辦法啦，又係會俾中國食住佢嘅。話講講下咧，講咗36分鐘咯，其實我再講埋日本，講埋我先 stop 啦。嗱，你睇到而家嗰個最近咪無啦啦嘅咧，呢個高市早咪走出嚟講，誒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咁你真係好似有少痕痕地咁樣嘅個 bottom 係嘛？無啦啦講到咁刺激中國咪嘢咧？我覺得又係一種後邊咧有啲勢力啊喺度咧係促成咁樣呢咁嘅局勢咁啊。美國都可能有參手，我都成日都話，如果中國、俄羅斯、美國3個人一齊咁扯掹貓尾咧，你嗰個局先至容易搞得成啊嘛。如果唔係3個打有排打，再打10年都可能都未變到啊。最好係。即係大家都分咗豬肉，又唔使打仗咁啊！代代嗰個特朗普又哇成個家族嗰度繼續做皇帝，咁就係中國呢度咁唔可以講個皇帝啦。咁即係話我哋即係希望啦，呢個國家都偏向有就算唔係多黨，都係有多支民主啦。因為咁先至叫做係叫做長治久安啊！中國人有句説話嚇，老祖宗留低俾我哋。咁你睇到點解咁巧咧？無啦啦咁好似女間諜咁喎！呢個高市早苗俾我感覺上搞出嚟，咁激怒咗中國。咁成個過程咧，可能再分得幾集再講。咁overall 係咁啦。佢講完呢個説話，咁激嬲咗中國。中國咧就馬上咧就派咗100架船，佈滿晒，好似圍住。守住晒各個關口咁啊，即係南海又有啊，菲律賓東嗰邊又有守住啊，咁啊日本好似話氹圍咁啊，韓國又唔出聲喎。你見到呢個又好得意嘅喎嚇，但係我話俾你聽，將來咧韓國咧係變成一個親中國國家嚟嘅。咁如果佢做埋呢樣嘢，有機會統一㗎。咁呢個咧就我未睇得到個係點變啦。話就喺中國咧想佢咧留翻互相制衡啦，有北韓、南韓咁啊。但係我相信咧，北韓會開放啦，唔會俾制裁㗎啦。呢兩個國家咧係將來一定係親中㗎啦，冇辦法，你喺個門口度唔可以唔親中嘅，唔可以唔親中就要等滅國，一定係咁㗎。呢啲國家都係㗎。嗱，即係緬甸啊，嬲晒咧！呢個仲搞笑啲，你派一個都唔使一個女一支，可能1000人嘅軍隊咪掃平咗嬲晒啦！老窩所以咧一定咧，中國咧佢嗰個叫security architecture 咧，一定咧呢啲國家全部咧就係低晒頭噶啦，要中國咧控制住啊！
咁啊，表面上可能咧，中國咧仲係咩？即係一定軍隊就壓住大軍壓境咁，好似以前美國咁一樣啊，有晒嗰啲軍營啊，成日守住晒你唔喐得，一搞政變咧就掠你嚇咁樣咯。所以柬埔寨同泰國打呢場仗咧，就係叫殺雞儆猴啊！嗱嚇，你哋冇喐啊！你哋所有個領導人睇實啊！你唔聽話咧，就好似柬埔寨咁樣，即係壓啦，壓乜啊？你係嚇要聽聽話，咁就係但係將來咧，即係呢一區咧，上部咧啲人咧會快上嚟㗎。如果中國秦朝崛起啊，呢啲全部國家一定會發晒起嚟嘅。印尼，尤其是印尼啊，咁大個嘅 Muslim 嘅國家嚇。咁你睇到點解日本咁啱又呢個時候咧就整咗一個咁嘅白船，好似打起上嚟咁啊，又係好似真係好似震懾日本嚇下佢咁樣嚇。咁你都知道冇打起嚟啦。即係今日咧12月26號啦，佢哋咧就喺6號嗰陣時候就開始有100架船喺度，即係圍住日本啊。咁咧好奇怪咧，就話佢仲有少少好似係預演嘅中日大戰咁啊，有2架 F-15咧就俾中國嘅殲15啊，即係由遼寧艦嗰度起飛上嚟嘅呢架艦載機啊，叫殲15 T 啊，T 啊好似係艦載機，T 啊代表艦載機。咁遲啲我講講中國個軍事個科技，尤其是喺雷達嗰度嚇。其實中國個雷達好犀利。其實10年前咧已經咧，我睇到有啲消息講佢已經係超越咗美國㗎啦。不過咧冇人知，冇人講，而且冇人證實。呢個係我又根據一啲數據嚟分析下，其實中國咧好多嘢都藏埋。即係呢樣嘢就係我話中國嘅嗰個韜光養晦嗰個詐低扮嘢扮得好好咯。你呢幾年睇俾人哋鬧到死啊！即係唔係鬧啊，叫做係窒啊，或者睇低啊、睇少啊、講衰嘢啊，即係話呢中國啲軍事邊掂啊？同邊個打仗都唔得，唔識打仗啊！其實佢個雷達個科技已經係好緊要咧。嗱，今次咧佢鎖住嚇死日本嗰2架飛機師，話一個俾佢鎖咗一陣30秒，一個俾咗鎖半個鐘頭。你知鎖咗俾人用雷達鎖，意思即係就話可以發射嗰個導彈，即係可能幾十秒咁啊玩完㗎啦。個飛機打中咗，跟住就算跳海跌落去都會浸死啊！嚇死日本啊！咁嚇到日本咧就即刻飛翻去自己嘅軍營度，咁啊唔敢碰啦。你睇到即係話點解有100架船咁樣咧？其實佢係一個佈局嚟嘅，即係話就算喺度表演下，你都要以防不測㗎。咁突然間真係美國佬快癲上嚟叫菲律賓打佢啦嚇，台灣打佢啦嚇，韓國打佢啦，咁你一定要鎮住，即係控制住個玩法。佢目的即係話高市早苗，即係講出嚟呢句説話，真係激嬲咗中國㗎。你咁沙膽，我台灣係中國一部分，你戰敗嗰陣時候已經承認過，你俾翻中國㗎。你而家咁沙膽喺度話，即係要唔俾中國攞㗎，咁中國一定要震懾你㗎。咁同埋一個嘢好奇怪喎，喺8月6號100架飛機100架船喺度show hand，咁突然間咧地震啊，12月8號咧地震喺笪地方度。7.6級地震，震咗30秒啊！哇，你諗下，點解咁巧嘅咧？好多人話，呢個係自然災害嚟嘅，日本成日地震噶嘛。咁你咁講又係大錯特錯。我覺得以我個估計點解我覺得你錯咧？呢啲咧一定係有核爆喺個海底嗰度。邊個掟個核彈落去咧？唔係中國就俄國啦。咁呢個我冇得證實啦，但係呢個係我推斷咯。咁巧點解喺度撈緊輕，突然間嗰度有地震咧？你知爆一個核彈30秒差唔多㗎啦，呢個時即係嗰個 duration 我諗差唔多係30秒啊，
就嚇死日本咯，大佬，即係咪有人掟個原子彈落去咧？突然間嚇到你知，日本食咗兩粒原子彈係佢唯一個國家食過兩粒原子彈，咁都到啊就嚟個第三粒嚇死佢啊！其實咧，你睇下跟住日本冇出到聲係咪啊？謝曬扮死乜咁樣啊？呢個係我判斷啦，我覺得都係有幾準下嘅，都有幾成數係咪啊？點解咁巧啊？其實咧，中國咧佈咗呢個局佈局咗10年，佢啱啱咧就俾你睇少少嘢，嘣爆！點解要爆呢度咧？因為點解咧？呢個海呢度嘅日本嘅東面嚇係好多嗰啲即係探測潛水艇啊，嗰啲叫松啊，即係一個叫桑拿長城啊。專門探測呢個咧係美國同日本咧就係佈咗啲桑拿喺度嘅，所以中國啲船一行入，即係嗰啲潛艇咧唔敢行入去啊。咁其實咧呢度咧係好多嗰啲桑拿啊，點解爆佢咧就打爛晒佢，咁潛水艇先入到嚟啫嘛，點攻擊你啊？係咪啊？咁所以我就話我推斷咧就係都係一種佈局嘅一種嚟㗎。遲啲你睇啦，如果真係打仗啊〜囊中有地震喺啲嘣嘣嘣嘣嘣爆 Q 晒㗎呢度嚇，爆到你咧就係，因為日本咧最犀利就係佢個潛水艇嘅，原本上係 No.1 嘅全球可以講係種，即係同美國咬到手瓜嘅，即係日本嗰個潛水艇嘅技術同埋佢哋個戰術啊打法啊，中國唔夠佢打㗎。我同你講，如果真係海軍咁對啊，如果真係唔想俾佢打沉咗幾日，連個遼寧艦都打沉埋都有份㗎。不過咧，中國講求咧唔係單打獨鬥船對船，佢可以成個戰爭嘅系統嚟同你打㗎，仲要一個國家級嘅系統嚟同你打，所以你都冇用，你高科技或者喺一兩隻船度船啲人都冇用。我覺得如果就算中國同佢打都有機會，美國唔幫手啊！如果美國幫手又唔同玩法，不過就算中日合埋一齊打中國，都打唔贏中國，我覺得嚇，因為近住中國啊嘛，而家已經用以陸制海啊，嗰個長程高超音速飛彈打航母，呢個技術出咗嚟咧，其實咧海上霸權係終結咗咯。咁好啦，講住咁多先啦。咁我呢個第一集啦，我第二集再講啦，唔係真係口水多啊，就講仲有好多嘢要講唔晒嚇。咁下集再講啊。拜拜。